跟南水主题啊，跟南水主题啊。今年大家好啦吼，因为我想讲天南水的工业革命吼，变做是讲要甲青岛啊，变做是吼，那个，因为我咧听咧讲讲咱像这亲情经咧讲的吼，是不是当做一个配合？亲情经咧讲咱内观其心啊，心无其心啊，外观其本啊。外观其形，外观其形无其形，观其本啊，无其本啊吼。这个这种境界是毋是你安尼看上的吼？要看上的，看到吼足困难，互我感觉是这样足困难。哎，我无基本内面啊，三者比如为见如空哦，观空也空哦，空无所空。所空即有，无亦无哦，一站了爬起哩吼，无即无，当然相即了吼，即小讲的即个，即无所即，欲去灵心哦，一站了爬起哦，所以我感觉即个所在是可能的，这平方机吼，这会当配合吼，咱将来是工业作用的是讲的。都好势，咱请咱注意。因为亲情经比较方便啦吼，因为虽然伊一直甲你讲，一关键稳无稳，就咱之前讲的讲，因为看到物件，咱说因缘生发的物件，但是因缘生发你袂使执，你要有无稳，因为无稳，你才会当，你无稳，你当无执。因为咱这心上讲是执，但你一生执了后，你一定开始都有问题。所以伊一步一步，伊伫这《三千年经》这本册我较早看，但是伊讲了很彻底。其实人甲讲起来，是讲到你当年亲情嘛吼，当年亲情嘛，当年你湛然长情嘛，你讲到。长期情吼，迄讲个完全是一种的，若要甲讲起来，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染色。讲一对一个，一直甲你讲，看上，因为你无看，一直接到尾当中一条对，所以就叫做眼看。心了清净，眼看心了是耳听心了清净，眼看，因为伊甲你讲，我无基本嘛，你看到有，但是你要无稳，但是无稳，我都明明看到我，你也讲我无稳，因你有一个物件，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因为安讲，你不离就无跟人讲，伊讲大地物件。无为就是用如来的心，无为就是如来的化身。你我能看到一切不相的内底当中，因为它没有对象，它完全是清净如来。人就讲，咱你讲，你看上树啊，树啊，你看树啊，伊毋是树啊，但是树啊，你甲看到尾，它像你说法，它像无树法。我连咱看到张树啊。咱看到是已经大地，各路法王身，弄法王身，咱看到的树啊，咱看到山河大地，伊两个人像。咱我讲到同等观，所以既然我讲同等观，其实老师来讲，一直看，到尾了后，最高的意境，你要进入到它完全真空。迄个真空，迄个真空内底当中，就是已经它没有意思，是一点点的染造。你爱看迄个，迄个叫做哪？迄
那个宇宙中最高的真理就是大。唯有迄个大，迄个大是不对谈。你今日去拿有一个对谈，它不能长久，这点你一定要明白。有对待有误，它绝对不能长久，它绝对不能长久。咱一个人使用一当会是不对。一个人若使用不清净，无使用不清净的人，伊会是不当。咱讲哦，千古万里船，我伊要困了，啥千古万里船？伊困了，伊手气足清净，因为即只有你怎，你今日只你用头脑看，伊袂死，你知？有咧，后期若经过咧3年、5年、10年、100年，你嘛训练到反正不出来，伊得坏，伊变手气，伊完全修的，他没有思想。伊若多想啊，我连要死，我连要死，我连要死，伊真正连死。我在这是简单的比喻。一个康家康，一个囡仔，英文叫怪，因为你跟叫做没有意思，你相信无？啥无死？婴儿伊都唔知死到无死的物件，伊挂在伊内底。但是恁大人做你做紧，你要考学，你考学，当你学起了，伊嘛无通挂在心内底。你有都无知，你有我咧死，我咧挂。如果今日你若一个大人，你挂这落，伊遐就死啊！紧张啊，紧张就死啊！因为思想了后，我点要死啊，我点要死啊，就是死。所以达到安言清净，这个宇宙中最高的真理，完全没有一切的，伊得出来一个公告，迄个最高经典的迄个那原始点，迄个叫做哪？叫做我们里面不看得在里面，不得不看。那个空不是一般的空，所以它已经无我。所以这个物件，当然然后造出做动，这是经里面在里面，这是讲，一直讲，然后一直讲进去，一定要透响，因为清净嘛污染嘛，清净丢人嘛，你有染着就不清净嘛，所以那个宇宙中最高的真理，当然清净，常见常清净你让你在共情里面嘛造出一体这体并不用或者它是在无教圣人，也集中点是也是点。分的，你知道？